要伫新竹举办的台湾灯会取消了，交通部长林佳龙早起来表示，绝对袂予灯会创作者的心血来白了工，保证会予所有灯会作品如期来完成，了后再搁找适当的时间甲地点来展出。 用108支世纪竹啊打造2021台湾灯会主场，不过想要看到伊，还阁等啊。随着本土病例增加，互原定2月26开幕的台湾灯会暂停举办。交通部长林佳龙讲，会提供别个时间点，互创作者来展览因的作品，提供未来展出的机会，只是不是在这个元宵灯会的新竹这个时间跟地点。 绝对让作品完成，卖改时间，让民众来参观。灯会附近的餐厅业者本来想要趁游客人多，看敢会当抢到生意，只声话脑损无通趁。对我们这个小生意的人，当然是很可惜啊。春酒定席马上就反映出回定的这样一个洽询的电话，就马上进来了。 本来有做交通管制饭店业者，颠倒因为改进，和春酒含喜宴的订单变多。